你有 offer 嘅話，咪攞咗先咯。即係如果你自己係真係覺得唔啱嘅時候，再 quit 其實都冇問題嘅。3年前，阿詩考到大學，但入到嘅並唔係佢最想讀嘅設計系。於是喺1年後，佢毅然退學，去新加坡修讀設計。第一次 quit 呢個感覺就似轉校嘅，其實即係好似你我係由一個學士學位轉去第二個學士學位啫嘛，冇咩衝突。不過今次佢只係讀咗半年就再次退學，原因係唔適應當地嘅文化。我媽咪對於我翻嚟嗰下係好震驚嘅，佢真係震驚啊！無啦啦翻咗嚟咁樣，即係我哋全家都係哇你做乜嘢啊？我銀行有得翻幾蚊咁樣咧，即係嗰下真係乜錢都冇，又冇錢又冇學歷，又唔知做乜咁樣。1年半入面2次退學，經歷過迷茫嘅時期，你可以話佢任性同自討苦吃，但阿詩並冇後悔自己嘅選擇，更加決定提早投身社會工作。佢而家係一位美術助理，已經參與過幾部電影同劇集嘅製作。我又唔覺得唔讀大學又有啲咩能力上嘅差別咯。好多人入 U 都係為咗 U Life 啫嘛，為咗要上妝，為咗 O Cam， 為咗大學4件事，出 pool、走堂、做 part time、住 hall 咁樣。不過佢亦都坦誠，出嚟做嘢之後，先至明白自己嘅不足之處，會再進修，令自己進步。你係做完嘢之後翻去讀書就會係我唔玩得㗎啦，我呢啲時間我一定要珍惜，再加埋係用自己做嘢揾翻嚟嘅錢去讀書，就唔會再去浪費佢。佢認為只要有堅定嘅決心，最後都會揾到適合自己嘅路，並唔係擁有學士學位先至代表更加優勝。東網電視記者周遠南報道。